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警政署为4月份开始来实施着专案，只要民众协助抓到这个诈骗，就来发奖金。有一个客运车司机，伊5月载到一个20岁少年的，这个少年的一路上讲到派案、虚拟货币、超商提钱等等的关键字。司机认定这个应该就是诈骗的车手，就调故意来拖时间，先甲载去食肉燥饭，啉这个鱼仔汤，然后趁机会来报警抓人。果然，这个真正是车手。客运车司机这摊是赚到5万块。证件同时查一下。先客落计程车了后，员警就随来盘查身份。手要抓。你这躲什么？雄雄就要面对警察，查甫人表情紧张，想袂到真遐被领到就互上准，原来伊是一个车手。带他去屋内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赶紧跑出来，然后赶快报案，说我载到车手。那时候不会担心说被发现，你通报警？不会啊。5月初7 20岁痴线查甫人为台南坐计程到高雄的阿莲区，伫咧车顶通话期间，有讲到虚拟货币商派案，佮有超商取款等关键字，嘛互赛车的司机感觉无对当，怀疑伊是车手，所以就先载伊到中正路。食烧烫烫的鱼汤加肉燥饭了后，就通报警方到场。其显供称，他是在网络寻找工作的时候，加入通讯软体的群组之后，遭诈骗集团吸收。并只是担任车手，负责面交收款。警方甲痴线查甫人用诈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，那计程车司机摕到5万块的奖金。警政署4月开始有霸占计划将5万的专案，不过2个月500万的奖金拢总分了。伫咧高雄就有8个人甲40万领去。我总共领3件啦，2件通缉犯是各2000，那1件是5万。这位司机驶计程车才8个月，不过已经协助警方3届，盗掠歹人的经验嘛，互伊印象真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